每一年的5月节，我总是会想起我的姨婆家己精心料理的手路菜——笋干炖土鸡啊。伊总是伫5月节前后，为内山找阮阿母上爱食的笋仔来看伊。就准讲我搬新厝，阿母着癌，祝福的心意，同款嘛是甲料理做伙准时出现。人生对这出发，心情嘛伫这刻画。岁月中的酸甘苦涩，拢成做人生旅途上难忘的陪伴。邀请你斗阵来感受台湾乌鸡桑上真的人情味。暖暖站门客。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吴念真导演，原神出版社授权播送，专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阮姨婆一世人拢住伫台北贡寮山顶一个叫做内寮仔的所在。伫公路还未开进前，去内寮仔干那一个办法，就是用行路的。细汉的时，甲阮阿母为贡寮火车头行去内寮仔，差不多要1点半真久。若是即马要行，恐行爱用几落倍的时间才行会到啊。嘿咻，蝌蚪差不多啊，这应该有够啊。阿姨，咱家炒一锅底啊，换几啊金柑仔糖来食好无？好啊，少久无食，咱偷偷仔买，莫互阿公知影，啊无会互伊骂讨债。嘿嘿，我知啦。姨婆是阮外祖上细汉的查某囝，敢若大阮阿母5-6岁尔。阿母8岁时，伊的老母也就是阮外妈，就过身去啊。因为阿母的老爸，也就是阮外公，是互招来。听讲伊和因丈人，也就是阮外祖袂合，所以外妈一过身，外公就离开这个家去外地趁食，甲阮老母放伫内寮啊。互伊甲10外岁姨婆，还佫有阮外祖，一个老的，2个细，相依为命。阿姨，我脚酸啊！好啦，咱踮遮小歇一下。好，今仔日的猪仔加足重的。蝌蚪，袂使嫌重哦。是你讲要食金柑仔糖的，爱较白个的，袂使化忝。知影啦。当时外祖的身体已经无好啊，所以生活的重担就缀伫2个细汉查某囡仔的身躯顶。
阮阿母讲，迄当阵差不多咱几工仔就爱和姨婆撮一张衫仔，也是一捆竹啊，一个做前，一个对后，跟咧行，行1-2点钟的山路，跟去讲了鸡仔卖，才阁用卖衫仔也是竹仔的钱嗲米，也阁有买其他平常时爱用的物仔。迄段生活的过程，阿母在世时讲毋若几十届，而且逐届讲，逐届哭。毋过，毋是因为生活艰苦咧哭，是因为伊和姨婆两个人迄款同甜共苦、互相疼惜的思念甲感动。迄个时阵，若无恁姨婆和我做伴，迄种日子，我真正毋知要安怎过。阿母讲，生活的艰难也无算啥，上艰苦的，颠倒是我的外妈，也就是伊的老母过身了，一段暂时间的惊吓，也佫有对离开家庭的老爸，藏伫心肝头哪有哪无的笑脸。西子卡那，三颗罗阿基，乌塞诺里基罗米诺，可吉鲁尤瓦。我的外妈破病一大站时间了后，伫一个冷雨落袂停的寒人过往。寒人的山顶，差不多5点左右，天就豆豆啊暗啊，刷落去开始落雨大蒙，连外祖欠甲要害，若无真正暗甲蒙无路，拢不准阮点灯仔火。逐工就伫日头落山到点灯仔火进前，也佫有灯仔火分花，倒落去眠床以后的这段时间，阿母总是会听到外妈破病时阵，迄款那像脑后甘高潭的喘气嗨惨声。迄款声音，那像是为厝内飘出来。又搁那像是对厝外已经暗迷蒙的深山那内探出来，毋知对倒位来，搁满世界拢听会到。心头啊，干那我家己一个人咧惊。后来煞发现，便若听到这个声音，恁姨婆总是一直对伫我的身躯边。甲我的衫仔揪条条，有阵，因甲灯仔火分花倒点眠床了后，迄个声音又搁出现。伊婆竟然对骹只后，甲阮阿母揽咧，身躯皮皮喘，问讲：蝌蚪，我问你，你有听到啥物声音无？你嘛有听到？我强要人都听到。我嘛是，我了准是家己听了毋对。一直到迄暝，阿母才知影，原来迄个声音毋是伊家己听了毋对，是伊的老母前到呾都拢毋捌离开过。里の秋お瀬戸に木の実の落ちるよ只不过，毋知是因为毋甘这个查某囝，也是对家己这么早就结束的生命，甲不幸的婚姻咧怨叹。栗の実にて
以后的暗暝，只要迄个声音出现，阿母就互姨婆为脚趾后摸咧，目睭刻刻细声唱歌，一直唱到忝，才不得不甲困去。只不过阿母一直拢真怀疑，我毋知影恁外公到底有听到无？敢袂是和我同款有听到，煞毋敢甲别人讲。毋过自从迄暝过了后，迄个声音就毋捌搁再出现啊。听阮阿母讲，迄天同款是落雨天，蒙打真重，真奇怪。天暗了后，四周围足恬静。阮正伫这个时阵，枪在出现的声音，煞无听到。当阿母甲姨婆坐伫门口，捧一碗敢若南芥搅咸的糜，照外面的微微仔光咧食暗的时，远远的蒙雾中，无张地出现一个脚步凶狂的人影。听候人影行晚进来，阿母才发现，当时啊是伊的老爸转来啊。是阿爸。我迄时头壳内就想讲，敢会是阿爸要来带我走，要带我离开这个互人感觉恐怖的所在。想袂到外公踏入门了后，敢若问阮阿母讲：“你是拢用啥拜恁阿母？”阮有啥通食就拜啥。这时，摕伫房间面窗顶的外祖开嘴讲：“你总算有良心啊吼！你咧关心恁查某囝的死亡。”无想到阮外公竟然甲应讲：“恁查某囝逐暗就来找我，落我，互我无在调困，害我破病，无法度做工课。讲伊穿袂烧，食袂饱，讲除非甲伊带伫身边风台，若无，伊要互我永远袂安定，生不如死。”原来，阮阿爸是要转来甲阮阿母的神主牌啊带转去拜。不过，阮外公坚持毋答应。你实在有够自私的啦！在生你就遮无情，今仔日你阁何必假有心？话袂当安尼讲，我家己嘛有我的日子爱过啊。你既然要家己过日子，你就莫当来乱啦。拜托咧，是恁查某囝叫我甲伊的神主牌仔请转去拜，我互伊乱到强要无法度过日啦，就是我咧爱转来。我听你咧讲梦啊，家己无才调，莫踮咧咧黑白牵拖。
你这个老番颠，我无爱甲你讲啊！哇，你是咧讲啥？你这个无良心的！阿公，阿爸。林外祖甲外公两个冤甲真厉害，样样要拍起来。我甲恁姨婆毋知要安怎，敢若会当伫边仔摸咧哭。阿公，落尾，林外祖甲外公呛讲：好啦，你口口声声讲阮查某囝叫你甲带转去拜，你即马踮伊的神主牌仔头前跋杯，然后再条小莲煞跋三个圣杯，我也无第二句话啦。神主牌仔互你请转去拜，若无，下暗你行出这个门了后，咱就请阮人啊，以后无地代啦。你讲的。山倒来过程，今仔听阮阿母讲起，我拢感觉袂输咧搬电影共款。迄时阵雨已经落足久啊，厝内涂骹的土又搁软又搁淡，连角仔弹落去，连跳都袂跳，哪有可能有才调连续跋三个圣杯？不离过，外公仔唱真有把握，伊甲外祖溜一个，就去点领导顶面的火油灯，送落去，甲神主牌仔头前的银角仔摕起来拜拜咧，就搬。我甲恁姨婆拢亲目睭看着，迄银角仔落落去涂骹了后，真是着黏伫涂骹顶悬。毋过千真万确，真正就是一个正面，一个反面的圣杯，而且都安尼连续等三摆拢是圣杯。刷落去，恁外公甲银角仔捡起来，放转去桌顶，目睭甲恁外祖前，一句话都无讲。经过一步句，恁外公甲咱讲一句话：菜哪会使借我一卡无？恁外祖一句都无应，我咧行入去伊的房间。后来，外公甲外妈的神主牌仔甲香炉放落去姨婆灌互伊的菜篮内，家己闹一句，我赶车帮。送落去菜篮仔灌咧，行出去门口，行入去茫茫的雨中，怎呢？毋捌搁再转来。阮外妈害惨的声音嘛，怎呢消失，无搁再出现。阿母见摆回想这段往事，总是哪哭哪怨叹，讲：恁外公有够无情，自头到尾拢无问我过了好无，无甲我摸，嘛无甲我抱，甚至连甲我遛一个都无。只不过阿母嘛强在安尼讲，迄当时，恁外公若真是带我离开来了啊，放姨婆孤一个人留踮遐，以后想起来，我定着会一世人自责，良心袂安啊。
阮姨婆人生做细粒子，自细汉一粒目睭都无看，所以伊真心感觉阮阿母生做真水，而且阿母头壳巧，学物件真紧。伊想讲阮阿母以后会真好命，嫁互做好诶人。只是阮阿母15岁，互阮亲收做养女。落尾，阮后爸逢招来甲伊结婚，伊并无真好命，颠倒一世人操劳。伊婆做晏才结婚，嫁互共庄一个自细汉就熟悉的厝边，规世人拢住伫内寮啊。阿母枵伫个时，姨婆逐年拢会来找伊，通常拢是伫5月节的前后。伊知影阮阿母爱食笋啊，所以会先泡一罐桂竹笋，选入去佮拍绿竹笋。等这2项笋干拢款好势了后，伊就会杀几只家己饲的鸡，山路行1-2点真久的山路，到阮当年住的大厝坑。恁遮囡仔有乖乖无？有，乖乖。伊通常会踮阮兜大食，含阮阿母讲话讲规暝，伊会一直甲阮阿母学咯。苦豆，你实在真牛，厝内款甲遮好势，遮清幽，无像我遐含慢。啥物都袂晓，你好命啦！囡仔一个一个拢生做遮尼好，选入去目屎甘嘞，甲阮一个一个抱起来金金上。有影古水，有影真水。我搬去新店无偌久，阿母就破病，治着大肠癌。迄摆姨婆传6份笋干、6只鸡，阮5个兄弟姊妹甲阿母一人1份。伊行入门了后，搭伫客厅徛定，就甲阮阿母讲：苦豆，你爱满足啊，会当住遮尔好的厝。细汉的艰苦，即马拢有价值啦。所有的人拢听会出来，迄是姨婆对于另外一个无共形体的生命真正的鼓舞。所以每一年到了5月节这卡头，总是会互人想起姨婆土鸡仔南绿竹笋做伙滚的难忘滋味。不过，伊阁烦恼讲，万一姨婆若知影阮是遐尼少念伊的手路菜，伊稳当会阁足认真替阮准备，煞袂记起家己即阵的年岁甲体力，恐惊的已经未堪一啦。今仔日的广播剧《姨婆的绿竹笋干甲土鸡仔》是由吴念真原作，罗江书编剧，洪秀芬台语校正。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细汉的阿母陈安怡演出，
细汉的姨婆李东温演出，外公关开兴演出，外祖张志宏演出，姨婆黄志丽演出，正老的阿母洪昭文演出，正老的姨婆刘玉玲演出，囡仔阵陈安怡、李东温、苏庆富、吴炳恩演出。暖暖站门口，咱来故事串门地。讲出心内感动。阅读高念真感想，全民定文，入选作品欣赏。作者王树图，朗读罗家书。这篇文章讲到作者的老母甲姨婆之间深厚的感情，是透过一世人的生命体验，才会当磨练出来。立德笋瓜甲土鸡仔是姨婆甲妈妈联络感情的一种方式，伊嘛包含因两个人过去生活的共同记忆。这篇文章呈现作者的老母甲姨婆生命的连结，生命的过程拢是遭受家庭不幸的命运。加上无同世代，却是同款面对社会环境的艰困，产生出对过往生活物资特殊的记忆。另外，在社会物资条件不足的年代，生活资源非常的欠缺，无论是伫交通、饮食、照明等等，嘛拢限制人甲人之间的互动甲交流。作者的老母甲姨婆，会当讲是生命的共同体，因为伫咧外祖的厝骹共同生活，有共同的回忆。譬如，因必须爱炒茶去讲了鸡仔卖。才会当有钱来换生活的物资。面对外妈过身，还有对使用灯火油的责欠，探出因为破病过身的外妈，究竟是对查某囝行袂开骹，也是对家己生命的怨叹，进一步创造出一种超灵异的现象。对作者外公倒来厝，煞敢若是甲外妈的身子牌仔摕走，煞对查某囝无一点仔感情，这种的打击。对姨婆来讲，应该嘛有带一种同情作者老母的心理。作者的老母嘛烦恼，若是外公真正带伊离开，单独留姨婆一个人伫咧内寮啊，嘛会产生一世人的自救。所以作者的老母甲姨婆伫早年相依为命的生活经验，累积出互相拢真看重的感情甲关怀。虽然故事最后并无交代立德笋瓜甲土鸡仔。可能是作者的老母甲姨婆早年过年过节的重要物资，但是这个产品是姨婆亲手家己做，包括家己饲的土鸡仔，伊嘛代表一种心意，嘛是互相联络感情重要的物件。这个故事嘛讲出咱生命共同记忆对同一个世代的人唯一重要的基础。经过困苦的生活经验，对生活资源才会特别珍惜。同款经验过物资欠缺的年代，才会对现代物资澎湃的社会更加满足甲疼惜。即摆的少年家敢若顾读册，一句台语都讲袂好势，
像讲诶，阮虽然毋是介意坐伙，唠台语嘛无啥物大问题。乱乱咱们客，教你安怎讲台湾话，欢迎收听台语教室。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今仔日个台语教室的单元。这个单元主要目的是要邀请咱空中好朋友大家做伙来思考华文翻做台语的时阵，要安怎讲较好势。所以咱伫每一集的台语教室单元，拢会邀请咱成功大学的同学，也有咧台语专家来到节目现场，甲大家做伙来讨论华文要安怎翻做台语。今仔日要来挑战华文翻台语的3位国立成功大学的同学，咱来介绍第一位，电机系洪定谦，定谦你好。大家好，我是洪定谦。好，再来是咱法律系林碧涵，碧涵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碧涵。好，再来是政治系潘瑞婷，瑞婷你好。大家好，我又过来啊，我是潘瑞婷。好，欢迎咱3位同学哈。好，今仔日来到现场，甲咱指导的台语老师是咱台湾歌册学会理事长萧丁春老师。老师你好。你好，大家好。另外2位提供翻译参考的台语老师是咱理工局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陈宏辉老师，也有台湾家事面计划发起人、打教台语文促进协会理事吴希美老师。好，所以咱就来开始今仔日第一个题目。他和姨婆2个人之间那种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眷念和感动。他和姨婆2个人之间那种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眷念和感动。计时1分钟，请讨论。患难共，患难以共，互相。好，时间到，请讲答案。伊和姨婆2个人之间迄种做伙艰苦互相照顾的迄种笑脸和感动。好，听起来翻了袂歹，请萧老师指导。患难与共，加相濡以沫，这可能较歹翻译。咱来看正后文的意思，当时翻译就是讲，迄情景爱顾虑迄情景，加咱台语本身的语法，伊甲姨婆2人之间迄种共同承担忧患、甲灾难，这个相濡以沫。那你若看原来的意思，伊是用喙烂互相帮助的意思。即摆我就甲翻译做讲互相救助的笑脸甲感动，因为爱阁去看顶个文。好，感谢萧老师。顺利起来听其他2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先来听陈宏辉老师。伊和姨婆2个人迄款同甜共苦、互相疼惜的思念和感动。再来是吴希美老师。伊甲姨婆2个人相敬3依齐，共行共命，迄款笑脸甲感动。好，互咱同学做参考哈。顺利去第2个题目。说不出口，但在心里对离家父亲隐约的想念。说不出口，但在心里对离家父亲隐约的想念。好，计时1分钟，请讨论。讲袂出嘴，讲袂出嘴，毋过伫个心肝内对。时间到，请讲答案。讲袂出嘴，毋过伫心肝内对离开厝里的老爸寥寥的笑脸。寥寥的笑脸，请萧老师指导。这个题可能较歹碰的是迄个隐约，你要讲像我隐约，我直接就用画画。寥寥嘛是会使，寥寥是小可的意思，画是哪有哪无。这隐约是哪有哪无的笑脸，几句
应该算隐约较歹胖尔。好，感谢肖老师，先来去听其他两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先来听陈凤辉老师。讲袂出嘴，毋过心内对离开家庭的阿爸聊聊啊的笑脸。好，甲咱同学共款是聊聊啊的笑脸。佮再来吴希美老师。阿爸虽然已经离开这家伙啊，伫心肝内，伊犹原暗暗啊在想伊，毋敢讲出嘴。好，希美老师是规句完整甲翻出来哈，互咱同学做参考。算入去第三个题目。那种类似喉咙含着浓痰一般的呼吸和呻吟的声音，那种类似喉咙含着浓痰一般的呼吸和呻吟的声音。呻吟的声音哈，这个声音要安怎翻？1分钟时间，请同学讨论。肺苏那后，感掉。好，时间到，请讲答案。迄种类似，然后感到高痰一般的同款的喘气甲细细啊声。好，请肖老师来指导。这内底可能较歹胖的是含着呻吟这两个词较歹讲啊，迄种哪像后感。讲感卖使，讲感卖使，感到贪婪的呼吸，还是感到贪婪的呼吸，甲海叫的声音，呻吟，咱会使讲海叫，嘛会使讲，若较重咧讲海餐。好，海餐哈，所以起来听其他两位台语老师的讲法，来听陈凤辉老师。迄款若像若后加高痰的喘气海产声。好，赶快是海产吼，海产声。再来听吴希美老师。阿母近摆拢会听到阿嬷在海产，迄声亲像有痰，真高，佮徛伫脑孔遐，无通好好啊喘气。好，所以这个声音换做海产吼，应该无唔对哈。好，顺利去第四个题目。说，除非把他带在身边供养，否则他要让我永无宁日，生不如死。说，除非把他带在身边供养，否则他要让我永无宁日，生不如死。永无宁日，生不如死，安怎讲较好势？1分钟的时间，请讨论。伊甲伊带伫身边，请用。好，时间到，请讲答案。除非伊甲伊带伫身躯边防晒，若无伊要互我人掠厝掠，鸡仔鸟啊掠到无半只。鸡仔鸟啊掠到无半只哈。好，请肖老师指导。人掠厝掠，鸡仔鸟啊掠到无半只是真水。但是尾啊，迄个生不如死，可能较无活意吼。生不如死，迄个活咧毋得死去，活咧毋得死去，可能会较好势吼。讲除非家己带伫身边服侍，若无，咱否则会使讲若无，也无。拢会使。歹势，老师若讲否则讲无食，敢有算台语？无食呀，无食较文言啦。哦，较文言哈。迄歌戏啊是布袋，若较文言的时就讲无食。哦，原来无食是较文言哈，布袋戏歌戏咧讲的就对哈。好，互咱同学做参考，顺利去来听其他两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哈。咱先来听陈凤辉老师。讲，除非甲伊带伫身边防台，若无伊要互我永远袂安定，生不如死。好，顺利去吴希美老师。伊讲若无甲带咧，伫身躯边较好，伊要互我规世人无一天会好过，我咧较惨死。吴先生你讲的这个好，但是可能一般人听无。迄个令我当初
是不是讲听众耳孔，敢若看甲听声，无看字的时嘛爱听有啊，所以翻较一般的。所以讲，伫咧翻译的时阵，就要去看听的人是虾米人，哈，看你即个要讲的对象虾米人，会当做一寡变化安尼哈。好，顺利起来进行今仔日第5个上尾一个题目。那是姨婆对她另一个异体的生命真情的鼓舞。那是姨婆对她另一个异体的生命真情的鼓舞。好，时间1分钟，请讨论。是姨婆对另外一个无共辛苦，无共辛苦，好，来时间到，请讲答案。迄是姨婆对另外一个无共身体性命真心的鼓励。好，这句无介好翻哦哈，请肖老师指导。这个遗体，咱若直接翻做遗体，无人听有啦吼。所以拄则讲的这个无共的身体、无共的形体嘛是会使。因为伊这但是伊的故道伤长，迄是姨婆对于另外一个身体、无共的形体的生命真心爱真情，无要紧。啊，我尽量我伊本来意思，真情的鼓舞，真情甲真心略略有差。真心是诚心的意思，真情是对心肝来讲出来。原稿用真情的鼓舞，我感觉这个真水啊。好，就是讲翻译有阵时真歹歹，就是讲要扭掉伊本来的意思，啊个。互人听有，安尼有较无好拍。好，感谢肖老师。顺利起来听其他2位台语老师的讲法。陈芳辉老师，迄是姨婆对另外一个形体的生命真情的鼓舞。再来是吴希美老师，迄是姨婆性命年的共伴，伊真心在替伊欢喜。好，以上5句华语词翻做台语的讲法，互咱空中的好朋友跟咱的同学做一个参考。今仔日非常感谢肖老师，也跟咱3位成功大学的同学来上咱台语教室的单元，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仔日广播剧内面演细汉姨婆的李东云，我是演细汉阿母的陈安怡。今仔日节目听线，唔知你敢有啥物想法、甲感受，想要甲阮讲？欢迎你上阮的网站留言分享，嘛会使写文章对阮表达支持。阮有准备一寡小礼物要相送，欢迎恁做伙来斗热闹。请进咱们客电台网站详细了解哦。讲迄个团，是讲阿公叫不了个，阿公，阿公，继续哭，叫我俩先哭，太哭回去。非常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专门节目。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专门电台制作、监制主持。
感谢吴念真导演以及原神出版社授权制作。小林村、陈鸿辉、陈木真担任节目顾问。后一集咱要播送的作品是《关系罕情的爱恨情仇》，欢迎准时收听。阿公，西子卡那，西子卡那，萨科罗阿基。おせのりきろみのこじるよは耶！